上元，就元。来，大家饮酒赏月吧。吕爱妃，朕先敬你们一杯。谢万岁。两位爱妃，正盼隆中一度言，天从成元困今天，哪位先生小太子与凤位？娘娘佛罗面，臣妾谢恩，万岁。皇恩浩荡洪佛光，天降隆中迎玉堂。臣妾爱民事之中，旗冠设下真功长，尚能参知分居报恩宠，应当向你美言的宠为臣妾望万岁，册封王儿子朝阳啊！小妹哪里去得上这的福气哟？两位爱妃所罪，足尽千上之美德，但此事正义就不再多言。臣令去过王令爬将第4年来，遵旨。乘风得意恩千重，梅花吐水一点红。天降之位，接送儿册封朝阳长真公，谢主隆恩。两位爱妃平身。爱妃，怎么了？啥事腹痛难忍呐，娘娘。想必就要分年了。待朕亲自抚亲，拜驾牛成功。谢万岁，拜驾牛成功。
万重一担上，大上生下王太子，呼一声权贵父王娘。他上生下王太子，我此生听无安请去了，明日今夜之时去召唤李娘娘。好啊，姐姐做戏印象娘娘，那女人公尚是生下了太子，只怕怎么样？只怕对娘娘不利呀！奴才，奴才该打，奴才该打！哎呀，娘娘，奴才一片忠心，都是为娘娘着想啊！娘娘，你起来讲。是。娘娘，有道是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娘娘对奴婢恩宠十三，谁有用武之处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如何良策？娘娘，那姚妃杀是生下了太子，就勒死他，这是个死配。不同，上辈插脚是何得了？这个，是啊。哦，原来是外邦进贡来的金丝狸吗？原来是这个错事。娘娘有了，什么有了？奴婢想出了一个调包子计。调包子计？是啊，娘娘，天时活宝，金丝猫，不去皮，是人非人像怪妖，妖非杀生小你走，就将这不必礼貌。去调包，名人把你中来抛弃，那妖妃错万龙眼也命难保。果然妙计，可是叫何人去调包呢？娘娘，可叫那聪明伶俐的口子去调包。娘娘，夜深风大，快请为公安歇吧。寇姑娘自寒自暖，对娘娘贴贴着鼻，真是一位好姑娘啊！是啊，一家有福的要疼爱她了。哎呀，娘娘素来恩待奴婢，侍奉娘娘理所当然。此次我要你往东，我是往东；明你往西，我是往西。叫你参茶，不由你走呢。我虽参茶不同，不离昨夜侍奉娘娘。好，眼下却有一件急事要命你去办，奴婢愿往，你请前来。
金开了南山人，娘娘，猴子，你要听话，事成之后，听雨从上。娘娘这杀不一从，要你一死。我们快去准备帐篷，再一家同往有成果，还不快去？灰姑娘。你一片忠心，哀家绝不亏待于你。说说早期行事，定要一举成功。是。请红娘娘，还不快去恭候万岁驾到？下了，是男是女，果然是个乱子。小口子手捧长河，从前。早计而已，快去！万岁驾到！娘娘，快去！儿子，怎么了？吓死我了！李爱妃生下了吧？生下了，是龙是凤？可惜非龙非凤。那是什么？谁知朝来像是万岁诺。呀！已经挂头问他金万我希望曾靠姻缘。
同对关情，天下此小事与小，怕自怕。怎么样？要么乱世强三情。先做了糊涂人，今日莫把杨妃子踏送江山，到不成。来，选杨妃。想要你如何湮灭活在世上？万岁！来，将这杨妃赐以死刑。万岁！秦王冒死走当朝，娘娘是应得问候，圣恩好。他曾问是梦或是老，所谓忠心把忘恩报。去万岁，他开龙恩，sau死他。万岁开恩，万岁开恩，万岁！臣妾对胆把他保，姐姐才从岁死，念他未曾上汉道，与我情同手中阳光举万岁，将他上。总要万岁开恩，总要万岁开恩。好，一情所追，将这前人当入冷宫。万岁！万岁，娘娘！万岁息怒，总要帮助龙体要紧。前人死我作戏，你何苦要报他？万岁！哦，朕今日方才明白，爱妃是个大言大德的娘娘啊！万岁！爱妃听奉。万岁！朕奉一位朝阳之父，让陛下万岁！万岁！可见王儿娘娘千岁！可见王儿娘娘千岁！命死！哈哈哈哈哈哈！
就去教长短心声。公正与我出来。啊，原来是陈公公，奴婢这厢有礼了。寇公正，你一人在此作甚？我是来这里玩耍的。寇子却莫推我，免受娘娘责打。哎，去吧。哎呀，是啊，婶婶都说陈公公是个忠为臣士之人，今朝我不求救于他。公公请转，公公请转。何事？公公，你不肯说，那我走了。公公，哎呀，公公，救命啊！救何人之命？公公啊，可怜李娘娘生下一子犯遭严害，使君太子命才旦夕。此话怎讲？只因吕娘娘争夺正宫与国王设下毒计，用礼貌问出太子，命魁子先来抛着这以后知足。太子在哪里？
杀生，小生命欢在何中？不知名谁回？太子啊，你究竟犯了什么罪？一出娘胎偏遭罪，人间功利尽何才啊！哎呀，公公，愧惧太子啊！你真有此心，畏惧太子，万事不知。好，他在我背了太子去见万岁。多谢公公。公公，你怎么不走了？莫非你病挂了？魁子，向刘妃修立正宫，全压当朝，国外凶残多年，耳目众多。啥子一时见不到万岁，这小太子他，你我三条性命，岂非一起断送？哎呀，公公啊，魁子死不足惜，总要救救太子才好。魁子，想你进宫不久，立业不知，张家盘家多年，看尽这深宫残恶，满朝文武生生死为，你我那小小内侍是何滚的？实在是非我泼妇，爸爸送死啊！如此说来，你是不想救太子了？我陈丽，你枉为堂堂内子人，身为虐待要不听，先怕狼，后怕虎，只怕引火烧死身。太子无辜遭不应，你见死不救，心无神啊！总以为忠良能救太子命，有才子满腔热望化成冰冰。太子啊，恭敬生生难用力，不随滚滚柴米。一把我生不能救你，愿同死，愿与你同葬于火花，这冤魂腾出生宫地狱门。寇公臣
条命太子，口子有了，快把庄儿调回。哎呀，公公，闻了张儿，则恐被人识破，不如将太子放在公公盒中。庄儿面不通风，怕要门外太子。我自有安排，公公快将孤品倒了。孤品不用倒了，盒中自有机关。是此人好，公公快召集而迎。叫口子快把婴儿放在孤品装盒中，我曾令出生实事，要将太子拘出宫，拘出宫。太子送往何处？送往暖清宫请八爷王府衙，随后太子长大，可为李娘娘保存。好主意！哎呀，公公，他有生要随打这张盒呢？可是你看，咋就但愿万岁与别王府府臣关配。好啊，是此公公，请启禀何臣。公公快追！公公快追！陈公公，请慢走。原来是瓜公公。请问刚才是你一人在此？一人在此，可曾见到口子？未见口子。你
你手捧长河也有何往？奉旨前往南清宫与白银王作寿，和众生与何物？实现孤品。慢！莫下朝阳宫自报设前，请你当开帐合，看看可有交代？不看也罢。刘王儿一字，万岁爷王父。慢！借顾娘娘方可出宫。王命在身，少陪了。你正宫娘娘驾到！臣兵拜见正宫娘娘。平身。谢娘娘。陈公公，你哪里去？奉旨去为白银王作寿，一路之上可曾见到口子？未见口子，何种何法？实现孤品，可有疙瘩？并无疙瘩。你且去吧。是。娘娘是在奴婢村子砸坤帐合，他竟不肯开合，根本不把你正宫娘娘放在眼里。再宣成令。是。娘娘有旨，成令二次见驾。令二次见驾，娘娘千岁。你一路之上可曾见到口子？未见口子。何种何法？实现孤品，可有疙瘩？并无疙瘩。当真？当真。果然，果然。去吧。遵旨。娘娘见他匆匆而去，莫非其中有诈？再宣成令。是。王儿有旨，成令三次见驾。成令哪旨？
请将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成礼。我看你去世好比鸟出林，回来恰是蜗牛赢，莫非其中有疙瘩？心怀鬼胎想梦魂，你千将张合放在地，我恨给你打一声是何故轻放？他身外了御笔王府。哦，其余御笔王凤和总应是归从之法，一家倒要见识见识。娘娘，奴婢已经为王，综合里不过是一些事情。哦，什么果品？莫非是梨子？梨子，陈令奉旨做守臣，梨子怎能当礼品？该是啥路？石榴开花没见过，想必是蟠桃。对，蟠桃长寿再相衬。是蟠桃，是蟠桃，不是梨子。哦，不是梨子。哼，哪里行得？快翻开看看。是娘娘，上有御笔王府，没有绳子，只怕难以开得。你光用绳子养我，奴婢不管。那就急取王凤打开装盒。娘娘不可啊！一条王凤从前军，绳子不打金不成，谁开王凤谁斩首，王法是天先地体。他打你尽管用先帝王法压强，违抗一字才不轻。今日定要接王凤，是理是逃，宽分明。开合。是娘娘。娘娘，要救王凤此地同上金殿，面见圣君。真正气死我了！不妨快与一家急取王凤。是不啊，你尽管违抗先帝王法，听斩不草。娘娘，奴婢不管呐，一切由一家担待，一切由娘娘担待。跨界王凤。是开合。慢，王凤一开，我当开你们看。快逃！慢，这蟠桃下面可有疙瘩？这蟠桃下面何来疙瘩？哪里行得？快翻开看看，娘娘高见。
娘娘，你在这里呀？奴婢特来扶旨。事情可曾办妥？已经办妥，将那礼。礼什么？将娘娘不喜欢吃的梨子倒了啦。倒在哪里？与我之中当真当真，与何为真？恐吓为真。哀家是欲从上，谢娘娘。娘娘，那王峰之事，非同小可啊！陈琳，娘娘，既无疙瘩，也去算了。这王峰之事，哀家是为禀明万岁。是娘娘，昨夜一夜未睡，快请为公安歇吧。保驾为公。遵旨。娘娘旨娘娘，旨好。娘娘，旨好。陈琳，娘娘到哪里去了？禀皇上，今日元宵佳节，娘娘到御花园开花灯去了。
心戚戚，换杯独叹泪无天。结万岁，可真可以是美谈。既无人常有缘，今日要来把眼望，报国报恩，把出军衔。把眼望到，快快有请。有请。兄王今日元宵特来还家，玉帝名声，快快请坐。兄王为何长叹呐？玉帝呀，常言道，人到暮年叹儿孙，真恰是恐惧龙子一半生，家邦杀无争隆中，落人一江山化灰尘。兄王，你要保重龙体呀！劝王兄莫要太悲伤，体有一本走当今，曾的遇过三儿郎。12少年甚聪明，地有心。你我虽作情深，欲话情还将来。地有心，估计西夏曾几年，彼子王兄苦称心。曹家国祚传颂后，画传天下民间真。有请王儿娘娘。玉帝12年来，朕为何从未听你说起有过三天下呀？这啊！兄王忙于国事，哪里还顾得上小弟的家事哦？父王，儿啊，快来拜见万岁！哦，儿人朝朕叩见万岁，王者平身，快快起来！谢万岁。来，美妻莫须一表堂堂，三殿下升得真将挂称呐！父王想吗？同是先王爷嘛，似曾相像。亲生儿子怎会不祥？玉帝，朕欲先把王者接称过来，好，有空留日他。兄王既算中意，就该当机立断。对，王者听奉。万岁。
爵太子。多谢父王万岁，万岁！臣妾参见万岁。子后，你来得正好，既有玉帝的三殿下，则已封为宋爵太子了。万岁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你怎么？你要体谅朕的苦衷呐。皇上，大宋不能负后，防以国事为重。是啊，事关生死纪念，你就慎下之吧。王儿，快去拜见母儿千岁。儿臣拜见母儿千岁。禀是。前太子时常相识，为何意？可笑他机关算尽太聪明，他却对娃儿我心伤。你生以来枉费心，不是亲生做母亲，假作真情去换真心。皇儿，我看你生得龙眉凤目，两耳垂肩，真美一副帝王之相也。母儿过奖了。皇儿，哀家一见到你，就从心底里欢喜。从今以后，哀家对你要比亲生儿子还要亲你。多谢母儿。皇儿，母儿一语从千金，恩情似黑深，真胜过你那亲生母亲了啊！陈令，命你破令太子插花于宫去吧。遵旨。父王，母儿儿臣去了。去吧，去吧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。玉帝，你来了之后，朕的病好了一大不了。臣弟自讲。慢，朕要与你同饮几杯，畅谈一番。来，姑父上来。领旨。娘娘，你我欢送茶报，只有做司马进速来报旨。是。玉帝请。万岁。自同请。
谁一点红？天降之位接送后，册封朝阳长征公。娘娘，你又在伤心落泪了。12年了，今天又是元宵节了。娘娘，一杯清茶全当元宵美酒，请喝吧。一杯苦水抬琼浆，半生永从梦一场，人共生生愿沉沉，愿笑齐齐。长长12年前，今生是玉梅盘踞8月上。姻缘玉梅在身旁，临盆婴儿哭，为什么赠我菜肴拜皇上？因梦玉梅来把酒，才念一诗诉去望。12年不知我儿生何事，此心绵绵是断肠。12年不明不怕梦远去，何日里去山迷无间阳光。我的儿郎。娘娘，你要冒充凤天呀！
去歇歇吧。三殿下，此今已册封为宋爵太子啦！娘娘，这位就是万岁新封的太子。好啊，他宋洪佛江山不给妾儿。娘娘，你看小殿下的面貌长得真像娘娘啊，好像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似的。哦，是吗？娘娘，陈公公，殿下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他为万岁知道这边是何是好啊！我到外面去瞭望一下。去吧。奴婢陈琳觐见李娘娘。陈琳平身。殿下，殿下，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奴婢在那边等你，快随我回宫去吧。陈公公，这位娘娘我可拜得。哦，拜得，这是因为他言他的的娘娘，你要称他母儿，多多拜上几拜。啊，还朕朝朕拜见母儿娘娘。这杯，多拜几杯。愿母儿千岁千岁千岁。小殿下，请。陈公公，这位好娘娘为何在冷宫受苦？哎，小孩之家就不要问了。那我问娘娘去。哎，殿下，娘娘，你为什么在这里受苦？哎，室内话长。12年前的今天，哀家也曾产下一子。哦，此次是来和我同年？啊，兄王如今在哪里？陈公公，你可知道我兄王的下落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娘娘，兄王到底在哪里？殿下哪里知道？哀家临产之时，正听婴儿啼哭，不知谁人追奔，使我产下寡胎。万岁龙心大怒，把我当成人
臣深恨呐。我和娘娘请放心，此事儿臣来担承，待来日定为娘娘报仇冤恩，还要帮你行为小舅甥。我的好天下，看子太母子相过不相生，要让他归做团聚为重情。哎呀，不哭啊！他只怕走了风声要坏他事，起早劝他回宫廷。殿下，殿下，快随我回宫去吧。娘娘，娘啊，劝娘娘莫悲伤，保重宫廷放宽心。常言道，其人自有天相助。娘娘你出头有人愿能生。是啊，娘娘一定会有出头之日的。娘啊，请看那窗外有只荔枝树，原本生长在鸟城，10年前遭受理，好心人抢救到此重成根。莫看枯木花无辜，难云生机有清晨。但等那春花秋日丰收时，更生一亩荔枝十三亩荔枝生长在牛城，12年前遭受理。有石头莫看枯木，莫花果台灯那春花秋日荔枝荫。莫非他平平王亲生子？今是我12年来朝思暮想的滚送情。殿下，殿下，你怎么到这里来的？快回宫去吧。殿下，这人宫没有升上的旨意，你是不能跑到这里来的。快随我回宫去吧。不，我要谁在这里诽谤娘娘？哎呀，殿下不可啊！万岁在等你回宫过元宵呢。殿下，你回去吧。殿下，是儿臣拜别。娘娘保重。
娘殿下。平生看姑娘12年来哀家对你是何？娘娘对奴婢恩宠十三。好，那就该知恩报恩，把当年拒绝桥畔之事，从这将来是与你的好处。是。娘娘从的当年是用将实情来禀知，想当年我奉命来调报，礼貌问出小太子，将婴儿抛入鱼湖内，就却脚下遭淹死。从此我收看视频12年的水波楼无生恩子。哦，果真是此，全是真情实话。哼，你看。能够欺负了李娘娘。
讲了吧。娘娘，看子以后问特出还是些什么呀？我来问你，当年你和陈琳是怎样串通一气，蒙骗哀家？哎呀，娘娘，此话是从何说起？不同引发2年不早，国王将先生绑下了。是，来人，有。娘娘，娘是不早。娘娘，奴婢冤枉啊！拖下去，狠狠打。是，娘娘，娘娘。娘娘，当时前生断了口供，只怕难以追究。倒不如把陈琳选进宫来，与他当面对质。好主意，选陈琳。是。娘娘有旨，陈琳进宫。陈琳进宫，陈琳进宫，陈琳进宫。陈琳进家娘娘千岁，禀神。谢娘娘。娘娘，生意选奴婢进宫，不知为了何事？陈公公，哀家有话问你。娘娘，请讲。12年前，哀家命口子办一件大事，他竟没有办好。听说这件大事你也知道。什么大事啊？奴婢想不起来了。哦，真的想不起来了。哎呀，年长19，实在忘怀了。哼，可是口子他已讲过了。他讲什么？你不要再侮辱了。你是不讲，血怪一家翻脸不起。娘娘要你死，你就我不成。国王，你滚帮我怎样？咱家有先帝面试金牌。娘娘，夜深了，用奴婢为公，慢慢想来，才能想起这类禀告是讲慢。想不起来也就算了，何必急着要走呢？不知还有何事？你说口子坏了哀家的大事，该不该当？该当。
好，把魁子带上来。是。与我再打。是。当得好，当得好。当得魁子铁了心，当得这子弹尊敬，当论铁棍光独老，当是姑娘何足人？人生在世在无事，来得清高明神。是前生。陈琳，我命你当。娘娘，奴婢手不及之力，是何当的？哼！黄河一子，逆棍违抗，当！娘娘，当！陈琳，你与刘妃串通害我，天理何在？天理何在？陈琳，还不与我快打！打！遵旨。
须当一旁来问一声。娘娘，问他什么？你问他当年河山传统和中长谷何分？是。寇子，你当年河山传统和中长谷何分？此话从我说起，难道你曾看见？我何曾看见？娘娘，你可曾看见？哀家当然看见，谁看他早死不早？娘娘既已看见，何必还要问我？好一张的嘴，陈明与我重重的打，狠狠的打，打了他早生风血。娘娘，陈琳，你不管重当，看来你们挺是传统的了。不是。陈琳，你只管重大好了。这是要丧命的呀！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亏子就不怪你，你当吧。这是你，陈琳，还不用我重重的当？陈琳，你当死我吧，你曾经我吧。也罢。举起父亲。
子，你听见了吗？李娘娘没有死，太子他也没有死，我从里也没有死。内宫宗见挂，拜见八爷王千岁。公公免礼。早教奉万岁之命，得来送上寿礼，请千岁收下。公公，本王拜谢王恩。千岁，奴婢告辞。公公难得到此，怎能不饮寿酒，匆匆而返呢？皇命在身，恕不奉陪。慢，就让本王当开状儿，你我同用寿道，共享王恩，这罪不止。这怎么使得你？公公，难道你一点面子也不给本王？好，是此恭敬不是聪明啊！不是半道，恰是三儿。启禀阎王，王凤儿面外有预别提示。请公公顾莫。奇怪，
自此你我一同观课。当年作首宋理子，今为父王献善人，不必去牛亲手用，苦苦烈烈见不虑，而望欲别亲父。公公，你可记得其中之何意么？这有什么可记的？告辞。你不记得本王记得，16乃16非也。皇上弟子送着上门，分明是命本王自灭此党，一个不留。一派胡言！国王，只怕你来得就去不得了。来人！你确结圣旨，实施公道，加为我钦察大人，该当何罪？本王奉旨拿着文才，名正言顺，天理照错。洒家内三公中间，是非大臣，你管把我怎么样？国王，你犯上作乱，延爱万岁，缺重良才，他恶情，万不与我从此造让。你血亏喷身，洒家何罪之有？国王，见臣。这子你一手做天成雄黄，与乐妃狼狈为奸才遭赃，偷天换日还有子，杀人灭口问娘娘，问必是偷功人吕害高明先生，你是个残忍狡诈的臣年。好要诽谤！说什么造谣诽谤？一件件都是在赃，天真是杀你兄弟来，定要你上万般般血来偿。哼，不懂答应两你不造，用意。官家他遇上狗来了，先将官放下去！我太救命！我太救命啊！我太轻都，你尽管私设公堂，扣押他臣，该当何罪？本王奉旨拿着文才，名正言顺，天理照错。身子何罪？请客。当年作祟宋理子，今为父王先16。陈理，我来问你，当年先王命你为北野王作祟，宋的不都是蟠桃手里吗？真是。可这里说宋的却是理子，岂不荒唐？这也难说。今年送的不是16吗？陈理，难道你当年真的送过梨子？唉，第七次是十来花茶，娘娘。小小梨子，心过娘，爱不知中其真貌。梨子长在肉身子，多少年才长这棵可根苗？要靠它生生不息。
把古镇当野草，金将李子来到了，又把玉人是放火烧，自古生计与保洁同小堂，机关算尽壮土牢。心口之话，娘娘，你难道害怕了？我说城里女婿向妖言惑众，谎骗哀家了。咋讲？奇怪，我来问你，你说的什么玉成事，至今世上还有吗？这，你说呀，你讲啊啊！娘娘，切莫笑得太早，乾坤。王林帕，真是王林帕。请问圣人一死，何来此物？哼，生死不虑，也非可知。可是身外我查，神王我查，神在哪里？哼，真是我见鬼！来，有请当今国太李娘娘。一生情等了17年，苦难长。刘太后，严妹妹，17年不见，你还深深为记吗？啊！我就是你还不是少不是，17年我他的李娘娘，娘娘，天哪！将国外帮扶法上立即斩首。万岁驾到！接驾。
万岁刘妃原谅事情，一命身亡。启奏万岁，国王已斩首示众。好，母后见到一次，他去一报。儿子，你看到了吗？你的血没有罢了，我们的仇报了。儿子，好过神。儿子，好过神。